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什么？咱来谈这个台湾版语录。台湾版语录当然是中文的，写台湾的故事。杨祥子以囝仔或者青山陈特助写一本台湾版语杨祥子改翻译做中文。当然自头到尾拢是虚拟的，拢是杨祥子因两姊妹啊。因两个是相亲啊，用这个共同的笔名杨祥子，找资料发表啊，最后，伊就是用杨祥子这个名伫咧发表这个作品啊，这个作品当然有伊出调的所在，有伊厉害的所在，所以就敢若一直到2024年摕到美国的。我毋知迄个做啥物出版人也是啥物会翻译小说，所以现主是台湾有了，至少会使听到的就是伫美国、伫英国、日本，还佫真侪国家有得到奖，然后嘛翻译做几来种版本，嘛算上尾一出啦，第12出，或者蜜豆冰。当然，我著讲伊即个12出就袂输是迄个啥，12碗菜瓜。所以你若听到关键字去网络顶面找，应该使找到袂少资料啦。所以讲参考，我我是感觉小说有小说趣味的所在，当然目前无戏出通好看，也毋过透过小说，或者是透过有人介绍的，拢会使网参考安尼啊。有一个悲哀的所在，就是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，煞国不离种爱用中文去介绍。准讲是日本时代，台湾人互强迫爱学英语爱学日语、日文。但毋过迄个时阵，台湾人应该嘛是，要是以台语称做共同语啦。当然，伫国庄头，因讲因的客家话、原住民话，迄大概也无啥物问题。也毋过1949年以后的台湾。其过去这7-80年的市民教育，大家拢在讲中语，使用中文这个部分，渐渐愈来愈多人拢单语、中语、中文伫咧发展啦。也毋过，台湾人其实本正过去这300-400年以来拢是多语言的，就敢若上新的这个金曲奖，得到最佳女歌手的台语演唱者吴培雅，伊就有才调用台语、中语，甚至最后佫留2句啊，维护日本的工作人员、工作团队的人，甲遐个 fans 卖奖，用日语发表。这本正就是台湾人的多样性啊！只是过去7-80年以来。袂输互教做讲中语、中文，确实一个唯一也是重要的语言。也毋过实际上，对啦，伊有伊重要性的所在，也毋过伊无应该甲台湾现主时，或者是过去1990年进前的迄个台语共同语，甲伊消灭掉，这是真不应该的代志。所以有当阵讲到遮，嘛是有淡薄仔心酸酸，就是讲台湾人有够清醒的人，也无够多。所以我就讲，伫咧台湾也未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，甲台语主要使用语言的时阵，拢是阮台语人爱继续努力拍拼的所在。所以这原来嘛是我会继续伫遮读做台语，或者是摕一寡台湾的作品来读的其中一个原因啦。所以伫Clubhouse这搭遮的信息网，就加一寡我会使找到资料。或者是网络顶悬会使找到的来做分享安尼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其实你去迄个啥Google 应该使找到真侪资料啦。好，快啲，有当阵要读这资料，讲困难有文本，讲无困难，尤其要甲中文读到台文的时阵。有一寡字词，毋知影怎读，我就会去找台语这个网站，
来找看来讲，敢有啥物字词是台语会使来对照中语啊？这个部分对我家己来讲是真做一种自我训练啦，自我训练。所以若有兴趣，当然你若有这本或者小说是上好嘛，是用中文写啊，经过罔听罔听，罔参考罔参考安尼。对，因为之前已经读到第12出，前几工仔有读这个几页，要继续来甲读落去安尼。好，安尼就继续读。看买这什么物件？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先吧。进前讲到青山陈赫主按这个流川立川的方向，也就是行去台中车头的方向，然后看过铁骑路，对迄个铁骑路崩坑行过。迄个时阵敢有崩坑，我毋知呢。真是崩坑啦，毋过伊迄阵来讲，有一个崩坑，这我就无确定。毋知是迄阵挖落去的崩坑，还是本正的铁管的崩坑，这我无确定。因为日本时代，我无去看迄个地图，毋知影。我哋就讲要去桥仔头的方向行去安尼，所以青山陈赫主想要去找王千鹤安尼。我看买有啥物地图，看买迄阵的地图，伊讲是讲去到迄个叫啥？又经过现主时的台中国小安尼。我要找地图看下。伊迄是台中路，当然，我袂记得迄个啥。我应该是要去，应该是去迄个网上。我要去 Google 地图。Google 地图看下啊，对，伊就讲，有看到迄个时阵的台中第2中学，所以我就是行迄个民权路，唱过软过崩坑了，现主是行迄条就是台中路，迄个时阵是啥物路我毋知影，因为日本时代，所以可能我无去看迄个地图有像是有袂少人，袂少迄个啥，知影的人安尼。咱搁咧找，有吧？有吼 ，OK。台中国小，王家是四合院，伫咧台中第2中学附近。过了个月日，即几个月以来，我对王家的知捌敢若即2点。实际上行来到第2中学，四周有围的人车会闹热的程度，比袂过台中市街。但是因为即个内地人的中学，伊讲原底本岛诚做
第一中学是内地人咧读的，就是日本人读的。啊，第二中学大部分拢是本岛人读的。也毋过台中的部分，台中州立第一中学是本岛人来找资金开办的，学校出身是本岛籍的为主。啊，若总督府办学在校，所以台中州立第二中学学生出身是以内地籍为主。所以迄个时阵，迄个啥，淡薄仔慢。颠倒佫有 bus 和用手饲的面体咯，迄个时阵是轻体，爱互甲迄个啥，进的轻体是无相款的。走去倒啊？刷一个来走去倒？伊是去到迄个中兴大学迄搭遐去。我顺中学校咧行。这块地啊，是聚集真侪本岛人的古早厝。有当阵啊，看到剑竹生几排，捅出来四合院，无遐侪。准足甲算起来，敢若有外观真美丽、水当当的四合院有2座，规模搁较差一撮2座。要找本地的好野人斗王价，咧想应该无讲介困难。我想要甲迄个，我拄则迄个啥，走一煞无去啊。也毋过，若要一间仔一间去共敲嘛，啊，伫咧四合院看块天际广场来见面。我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迄个景致。我哋就是应该，我咧想啦，可能要换到迄个啥，中民南路迄搭遐吧。伊是台里的方向桥仔头，我咧想，顶桥仔头安那是。甲台中第二中学考一个了后。转去原地的所在，南国的春天，一旦日头掠悬，就会真炎热。敢若美入去阴凉，美入去较凉的顶仔骹，囡仔切下头的歌。敢若店外口迄排长了椅啊，袂输敢若咧甲我招。这个青山陈热柱，苏东讲是女性。毋过160公分的身悬，在迄时代算是高强大汉，所以甚至敢若可能个真粗勇的是安怎？比较来跟较大箍背还是啥？无较大箍背啦，反正就是真惊热就对啦。听起来看起敢若是安尼是，所以就无讲介会较要热呢。这一定是。转油行附近的柑仔店啦，空气中有乌麻油和土豆油交会芳开，实在是太热，我就决定要去内底叫一罐仔汽水，蓝姆内。迄个时阵应该是改做蓝姆内，当然咱即马是知影迄做弹珠汽水，毋过伊即搭遮直接用，讲做汽水。有气的水，有做汽水，毋敢毋是。柑仔店的内部围位，一面靠墙的货架，放满罐头和玻璃干仔；另外一面就放几个咧卖点心的玻璃罐的大罐玻璃罐。咧卖物件，还佫有五谷和鸡卵。若摕来电视用的茶柜，有放药品和湿文。
顾店的是本岛人，而且是一个老阿伯。好佳在南姆内伫咧本岛人当中，也做南姆内。幸好弹珠汽水在本岛人口中也叫弹珠汽水，应该是咧讲南姆内啦。所以了阵讲，伊台湾人讲台语，讲台语伊会听无嘛，就讲好佳在南姆内，或做南姆内。困啉3罐，长寮顶放规排的玻璃干仔，干仔内底拢有一粒金珠仔。讲起来，内地人粿子店，伊即个驼果子，我就讲伊家用做迄个啥汉字嘛，所以我无确定，所以咱要哎呀，这可能时间吼，分就表弟伤脑筋啦。伊干仔店咱一个卖10岁嘛，伊讲敢若日本式的迄个点心档，迄嘛毋是点心档，迄就是一个糕仔边仔店。你讲起来，内地人的即个屋较是我较定去拜访，煞毋捌去到本岛人的干仔店行骹到。我想到安尼的情形，就真无意义。伫咧耍迄个空干仔，金珠仔伫咧干仔内底咔啦咔啦咔啦练叮当，拢有一个人毋知讲啥物，我毋听无。后壁伊就咧门口嘛吼后壁传来老阿伯的声音，用是本岛语。我驶过新过，看到老阿伯捧细电话过来，敢若袂输要叫，敢若是袂输要叫我，敢若是袂输要囥咧我的手，我伸手就加神咧。塔贝鲁，即句是日语，想起来可能是无讲介理解日语。老阿伯看我硬硬，就连续讲2摆塔贝鲁。迄个口气袂输哪咧命令，伊也袂晓讲啊，刚才讲塔贝鲁尔，塔贝鲁是个命令的吧？我咧以为应该是塔贝鲁啦。塔贝鲁，就讲食，互你食，要互你食的意思吧。按个日本人听起来就讲，敢若袂输咧命令我咧安尼。我就挡袂牢，小笑一下，用台湾话甲伊回讲多谢。阿伯嘛笑，用砖头比迄块细电话是龟子，乌白条纹的龟子，伊迄敢若是葵花籽吧？是不是？伊是乌白条纹啊，就是迄个叫啥？一抓一抓呢就对啊。我头定的，摕起来就用塞袂起，伊门牙一个讲法叫做塞袂起，毋过我无确定时到伊要用什么方式来翻译这个名词。有什么讲法？头前去什么买菜嘛？有龙告想是讲啥？所以3摆台语无够多的人，一听使袂起，可能规个记起来吧。当然头前起、前起、人中起、门起、门起，有足侪种讲法的嘛，你拣一种嘛。所以要较文雅的，当然是头前起、前起、中起、人中起、门起嘛。较粗鲁的，伊门起足大起的啊。所以使袂起，我看卖其他讲法啥，中牙 ，Amber 是收中牙，门牙 Marino 是收门牙，门起真起，门牙，台华线顶字词顶门牙真起，头前起。头前起，中起，到无的字词顶，到无字词顶，到无字词是收一个使袂起一个。想袂到无甲果子壳夹开，却颠倒甲果子夹做2个。咦，这到底是安那？
这个果子加起来无讲真甜啊，煞含进前加过的口感真无相款。老阿婆家己咧讲本岛语，我听无咧讲啥哈。骹手真动作缓慢，老阿婆家己讲本岛语，动作慢慢啊，用砖头啊，甲果子捏咧，砖甲掰开果子一个白，白色的果子肉就落伫碗里。头尾路，佮讲一句头尾路，我就顺伊的意，甲放伫咧喙内底开始剥。果子肉细细啊，但是一个食就知影从来毋捌食过，柔软又佮青，有淡薄啊花蕊的苦味闪过，掠过一丝花蕊般的苦味，味有一点仔回甘。这毋是果子咧？这敢毋是果子？乌白条纹的果子，敢是用日头花籽？敢是会食日头花籽？伊就是迄种的葵花籽嘛，所以葵花籽。阿婆佮继续讲，咦，你讲啥？用日语来译嘛？即句真神的，敢是叫我要问？你讲啥？是无共果子是哦？我含阿婆就拢各自讲各自的话，个人讲个人的话。阿婆有咧讲台语啊，这个青山陈鹤志就咧讲日语安尼，对吧？日语、台语、中语这三种语言，恁若无学过，迄若听我才输你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毋过台语说到目前为止，互当作是中语的方言，中语一颗蚵仔汉字啦，中。所以有当阵啊要杀了袂讲，你嘛真正无伊法啦。向日葵子，太阳花向日葵。日头花，所以当然，照迄个日头，我那嘛是提供一种方式啊。所以花灰吼，笑出来声音，边仔细声的笑声，你佫真正一点仔都无变呢，是标准日本语。我就迄个声音看过去，顶仔骹的阴影。有一个细粒子的少女身影，少女和老阿婆点头打招呼，老阿婆就家己行入去店内底。我未问到答案呢，你想要问啥？这看起来是果子，也毋过食起来无相款啊。这是青的向日果子啦，砍熟了的日头花的表面薄，甲烤落来。籽还未经过炒，食起来较甜。青的向日葵子一般是敢若伫咧庄脚所在会食会到，这是这户佃农特别送来的新鲜的向日葵子，要互老阿婆自己的解馋。较喙齿芳，可能是较喙齿芳。所以有当咧处理起来时，可能真正就是爱，变色文字了后，再去看迄个顶尾文，到底这个字词伊要安怎来使用？很主时，很主时伫咧用口语的时阵，大概就是简单讲过的尔。实际上要处理的时阵，迄真正有通啊苛刻咧，因为足侪迄字词，毋是凊彩讲过就准线伫安尼。当然，若听好，即码就是少工具嘛 ，AI 是啥？小安怎讲？简单处理过，
人才顺过的时阵，就是一个事一个事，甚至一句一句、一段一段，慢慢去处理安尼过瘾，过瘾。所以这是电农特别送来新鲜的向日葵子，要互老阿婆过。原来是安尼哦，生成起来油量无悬，想袂到嘛会使转油。这个转敢会说激油，应该是可能激还是炸？因为伫台语的语境内底，迄是无共款的。可讲客甘蔗。客甘蔗这个动作是硬死甲伊转，若毋是转，伊转爱落油，有迄个油的定的动作。伊即马只是硬剪甲伊剪出来嘛，所以可能含迄个客甘蔗迄个动作不哩啊相像安尼。当然转油迄个炸油。安怎讲咧？煎油，伊甲油煎出来，客油、煎油，所以是客还是煎？含甘蔗共款啊，甘蔗汁甲客出来，用迄个叫做啥机器拧过。破去甘蔗汁就走出来。向日葵有分做食用，而且是要煎油用的，所以讲这是超工种少量会当食的品种送来，所以会当食到新鲜的向日葵子，运气袂歹哦。想袂到会伫即个时阵食到这呢，青的向日葵子。是啊，足久以前有提起过，有机会就无你食看卖啊。两个人拢无话通好讲。有风伫咧吹啊，长长的风软软个钉仔骹，一目耳仔就随无去，亲像列车正风前行，若亲像甲三角花扣落来秋风，迄也袂输是我坐伫咧烟沟外卜薰，伫咧认亭里的土人参、细蕊花摇咧摇咧，迄个时阵吹过一阵风，我心肝底有轻轻的声音伫咧弹，是府城台南铁道饭店的套房内底，玻璃杯仔内底的遐个冰角，迄个冰角发出足细声的冰角扬起的声音。将其尾阮长寮徛起来，含迄个细粒子的身影面对面相像。我想要见面阿千，我嘛是青山小姐，小说内底两个总算讲三见面啊，敢若8个月的工作时间，也可能让2-3个月吧。日来的路里，日来的半路，我有预感会当和你三见面。我安尼讲的时阵，阿千就微微啊笑讲，我嘛是，但是迄敢是预感，或者是单纯强烈的笑想啦。即句话我并无讲出嘴。我和阿千坐伫咧长寮的两边，用砖架伫咧爬果子。有当阵啊，有人和车经过，或者是有人出入柑仔店，和客油厂，拢袂输和阮无关系，就安尼做伊去。风吹去的时阵，街仔路的这边和迄边的大树顶有细蕊花飞落来，花真大丛。
迄个色水袂输那桥仔色的红霞，迄是可能仔花哦。凡事是注意到我的眼神，阿千就像照常、像影像安尼，伫咧替我说明。内地的毕业花是沙骨啦，但是本地的毕业花是可能仔花。母校的校歌第一句是大开的可能，桥仔色，高尚恬静的花。可能仔花也是母校的校花啦。我头起先瞄准阿千读女学校的记忆，无讲介快乐、愉快，无介美丽，也是无介足意。当然，即个物件，愉快当然是会使安尼讲啦。毋过，若准讲，如何教授快乐 ？Mary 老毛想即个字词啦。台华锁定字词顶，欢喜、爽快。所以有可能去一个语境、思维、心事、松弛、直觉。我头起先瞄准阿千伫咧读女学校的记忆，无讲太爽快，但是如今听即个语气，敢若袂输我所想象的安尼。大部分的日子，毋是落痛无落痛，会当分别的。青山小姐的女学校的时期，想起来印象嘛是安尼生。我读女学校日子，并无任何快乐的记忆，因为规日拢伫咧写作，若无交到任何的朋友，还佫得到第一日的北山选即种外号，讲我慢顿，佫无法度含同学融合。这确实有真亲像青山小姐的作风呢。也毋过，你敢佫会要意即种代志？确实啦，我是无啥要意啦。读家己想要读的册，写家己想要写的文章，一世神一番头，一世神4年就过去啊。回过神，这可能真正伫迄个处理的时阵，所以就讲迄个啥，写作即个代志，投资报酬就不哩啊低啊，伊每几工可能无几字安尼。你是有讲过，将来就毋捌甲有一个朋友通好做伙啉酒、欣赏花蕊的朋友啦。是啊，女学校的时代无快乐的记忆，但是也无啥物无爽快的记忆啊。讲到尾，规个经节就是我根本无将别人看在眼内啊。阿千这1年以来，应该有真深的体会才对啊。阿千无讲话。阿千，以下是我的推理。啥？本岛传统好野人家庭的小细姨仔囝，啉满意汤大汉的囡仔，演变做语言真流利的百合之士，志向是真罕咧健的小说翻译家，而且伫咧学摩登时代的流行文化。我想足久，这当中的阿千到底有经过啥？是啥物互小小的王千鹤变成现主时的王千鹤小姐呢？这是我心肝底长久以来的谜团。若准讲要直接甲阿千问，阿千应该嘛袂回答我啦，是呢。所以刷落来，我想要剖开这个谜团。
我的耳啊有长长听你讲哦。第一件代志是，王家是漳州的人，也毋过去食阿本西菜尾汤的迄天，阿千所提起的本岛年菜，却是泉州人的豆面。过年菜大部分拢是和囡仔记忆有关系的料理啦。可比讲我家己，伫咧本岛过年的迄个时阵，就定定想起青山家独门的伊达卷，以及加正侪九州甜味豆油的杂菜年龟汤年糕杂菜汤。啊，为怎样阿仙所提起的，却是泉州人的过年菜呢？第二，阿仙的食食真特殊，就准讲本岛人嘛会摕熟棒、咸棒做点心，但是大家族出身的阿仙食饭岛一定是非常保守，因为青山家的那卡萨基粉甲作风也是真凊彩。库马莫多的本家的食饭岛，煞是真规矩，又阁啰里啰嗦。本岛好野人岛的王家应该是会较接近库马莫多的青山家吧。另外，就准讲是那卡萨基甲家己的文化有渊源，女学生游玩真少会爱啉咖啡。本岛女学生想来嘛无啥机会会当有即种兴趣。安尼讲来，阿千对芳和咖啡的兴趣，到底是去倒学来的呢？偏好。感觉我点头，感觉伊讲的无啥物大问题，而且是互伊讲得煞。第三，迄个68斗的技术，无论安怎设想，拢互我一直杀无送。针对这条代志，好佳在有阿本西所讲的迄句话，我讲即个囡仔吼，无事好白生养出来，果然是真伶俐啊！阿本西喙里所讲的好白，是日本语的发音。好白毋是定来看的内地人的名姓，应该是艺名啦吼。敢会讲是有一位叫做好白的泉州人，是阿千学生时代的老师。阿千曾经安尼透露，身躯边存在会当问到各式各样问题的人嘛。啊，若安尼讲咧啦，这位好白学识真棒，佫也知外语，佫交跋筊，佫真爱旅游，会唱本岛的歌册。毋但知影本岛汉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族各个族群的文化，也伫咧支那内地西洋文化，而且佫较知影诗行前卫的流行代志。这种神通广大的师傅，敢真正有存在。所以，佫刷落来，我想到好撇可能毋是人的名。阿千，你讲是无？真正是互人着惊呢。但是，安尼袂当讲是推理啦，敢若会当讲是甲线索塌起来。是啊，刷落来第4点，阿千捌安尼讲过，囡仔时代记忆真深的煮蛤蟆面。是阿本西所做的料理，是真侪人共同食过的大鼎菜。囡仔时代阿千除了王家和公学校，敢阁有啥物所在通去？阿千敢毋是按庄脚所在阿母后头厝遐行路上下课？到底阁会使含啥做伙食大鼎菜咧？在地好野人的王家，为着要顾面子，应该嘛袂互王家千金小姐和奴仆做伙食食才对啦。我就一直咧想，阿本西是伫咧倒位煮这的料理咧？按阿本西的性格和手艺来看，无可能专门煮属于粗食的伙食料理，所以会当互阿本西亲身动手
煮熟的，若是煮蛤蟆面，是伊输的一出菜尔，就是因为人情吧。可惜本身是伫听到即个名字的时阵，才同意含阿千68斗仔来跋筊。安尼讲来，可惜是阿千含阿本身唯一的连结。最后，我就想到一种可能，可惜可能是店家尔。阿本身一定是捌伫咧可惜煮过煮蛤蟆面，也就是伫遮曾经和阿千有一面之缘啦，一面之缘。因为当初一寡人士较受影，迄个中文的讲法，台语的讲法安尼。一面之缘。阿先听完了，无话讲，差不多来看，可能即一两年啊，台湾就会使，伊无即个事诶。最后一点，伫咧中华诶喫茶店，阿千诶阮亲姊妹啊，讲话真无客气，讲是啉满意汤大汉诶囡仔，现主时嘛会当入来喫茶店安尼。敢若伫迄个时阵，嘛敢若迄一届，阿千有讲起阿母诶代志。阿千诶老母是种黄麻诶农家子弟，少女时代伫咧艺单间仔卖唱，受到王家老爷诶看上目、青睐看上目，互王家老爷看上目，应该是安尼，青睐。青睐，我记得是看上目啦。看介意，看上目，互王家老爷看上目。伫咧这了后，阿千从来就毋捌讲到任何和阿母有关系诶代志。凡是是因为阿千诶老母早就过身去啊嘛，无的确。较早我完全无发现，实在是真歹势。也毋过这就是最后诶一条线索啦。以下我诶推理是，阿千诶老母过身了后，是阿千诶老母过去艺单间仔诶朋友看，诚做阿千诶教养者，会当含纳顶悬所讲遮诶各种技艺思想，就是会当将所有以上遮诶技术传授诶人，这就是日本语所讲诶好评，应该是一间咖啡店啦吼。哎呀，我诶推理敢是正确诶？青山小姐，凡是爱该称呼你互做大趁钱小姐后，也毋过过甲遮尔济工啊，你阁专工来顶桥仔头，敢讲是为着要展示你推理诶成果呢？无，我想要讲诶是，一直以来我拢真要伊你，点点无讲话。无咧笑安尼，阿千，当然啦，这是理所当然诶，因为你伫咧北山选，从基尾也无改变。我做我家己想要做诶代志，讲我家己想要讲诶话。一世神才发觉着讲，阿千想要对我讲诶遐，我是完全拢无听入耳啦。青山千鹤子和王千鹤，敢真正会当讲是朋友？最后还阁互阿千发出即种诶质疑，我敢有资格对阿千讲我有要伊呢？即种代志我是有，即种代志我家己是知咧啦。就准讲是安尼，我由原来到遮，拄着阿千，我想要讲诶是啦，我真要伊，所以我必须当面向你讲出我诶心意。我停落来，细字啊呼吸。
说你啊喘气，以后才搁真慎重，一字一字伫咧讲，真歹势。王千和小姐，青山千鹤子是一个目中无人，家己想家己是。骄傲、愚妄的混账家，高死囡仔是啥物戏？从头到尾是我无理的言行伤害着咱的友谊。针对这，我感觉非常的抱歉。傲慢、愚蠢、混账家伙，空安，可能是空安吧。啊，搁进前讲迄个混账，进前伫迄个啥，台语水讲内底有迄个混账是，足侪种讲法，伊毋是一个一对一的对比就对啦。所以要安怎讲咧？可能。可能敢若会使读到遮吧，我可能要查一寡字数。混账，我看混账先讲。因为头仔即种字词，中语有中语迄个情景和台语的情景无一定是一对一的，所以毋是一对一的时阵，迄个处理的时阵就较麻烦就是安尼。要求过，无较粗鲁啦，要求过。对吧？所以这个混账应该就是，青山千鹤子家己认错伫咧讲的话嘛，所以算讲，因进前伫咧讲着美岛发觉着青山千鹤子家己想家己对嘛，自以为是安尼啊。傲慢、愚妄，可能自以为是。所以这嘛是，杨祥志伫咧写这个小说的时阵，伊有一个核心的想法，想要表达的。然后伊就讲，拄一开始是用第三人称写法，抑过尾啊感觉安尼可能无讲介好势安尼，所以就改换做用青山千鹤子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。所以，就讲，若准讲有一个事实伫遐，啊，你要论述的角度是有无共款的嘛？因为你所看到的，甲遐个事实你看到的角度无共款的时阵，你讲出来话就无共款。所以，这是啥？台湾版优良会使正做世界性的作品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台湾版优良可能敢会使暂时先到这，因为故事来到这其实已经要收尾啊。最后可能，故事本身佫谈两角，然后伊后壁有迄个假的什么虚拟的什么尾客啦，啥有诶无？大概这个小说可能佫读咧3-5届，应该就会使收煞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台湾版优良暂时先读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